面对全球气候变迁，还有动植物生存的危机，一寡民间团体今仔是呼吁政府应该开创甲环境保护、生态相关的工作，提供就业培训、甲媒合平台。生态绿就业，修复自然环境，修复自然环境。台湾挂上国际净零卡步，民间团体指出，即马大家拢会注重谈相关的议题甲人才，但是有一定维护性不多样性的历领人才，无互社会看中。这阵人伫国家走向净零的同时，协助保护性不多样性，达成国际30乘30 2030年进前保护全球30%区域性不多样性的目标。保护、修复跟管理大自然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很好的专业系统，有一些是属于比如说检验师的，有一些是属于像医生治疗的，那有的是可能后面的那个养护的长照的，那这些部分来讲的话，都是有赖更多专业者的投入。关注山南步道的民间团体举例，即马政府整理山南步道会发布工程，但是承包的单位大部分都是土木专业、结构专业，对自然环境无一定优先。因指出，即马就有步道师会用更加友善环境的方法修理步道，也保护生态多样性。包括你要会工程、自然、社会跟人文，因为你要修好一条步道，你要了解自然环境，减少对自然的破坏。你还要了解历史，比如说传统工法技术。会进行转型过程，你可能会带来工作的冲击、就业的冲击。我们会创造更多的绿色工作。民间团体指出，过去大众对绿色工课的想象，拢是再生能源、电动车这款行业，但是，佫有亲像步道师、树医师这款维护生态多样性的工课，值得咱来看中。因呼吁政府，历领人才真重要，要有历领人才的培训体系，也要以行政院的层级建立下部会的历领就业平台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